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中国伫咧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一直咧扩大规模。前总统马英九后礼拜要搁去中国来访问。马英九办公室的执行长肖旭炎搁来呛讲，这个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哪有啥物军演咧？结果互民进党的立委林策英来洗面，讲敢若是伫咧2014年到5届的军演，而且过当年马前总统接受到外国媒体专访，嘛有表示伊的不满。2014年，中共解放军苏凯30甲殲10的战斗机头一摆参加演习，当时中俄7港海上联合2014，场面特别大，下个顶讲拢是因为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炎这段话。觉得你看马英九时候哪有军演？那马英九时候也是对等交流啊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军事演习啊。问题是在中央政府的问题，所以我想民进党应该要拿出办法来。伊讲马政府时期哪有军演？网友就讲，2014年共军演习，敢若中共家己讲的，就联合行动、金盾、龙盘、甲混海、甲跨越2014、驻日、甲中俄海上联合2014等等的军事演习。实际上，依照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，中国国防部回顾2014年解放军甲武警部队的活动，就举行200多场的数里级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。差不多迄年的每公半，共军就一场军事演习，数量甲密集的程度是当时的记录。不敢承认自己当年在当总统的时候，共军至少在2014年就有5次的军演。但可耻的是，明明记得还睁眼说瞎话，就如同是中共统战的棋子一样。在马英九任内，没有绕台的军演。马英九在新加坡的马习会，习近平亲自跟他说，这个不是针对台湾。国民党立委赶紧驳回，不过民进党立委骂讲真正是话啥咧乱讲。毕竟2015年马英九接受 BBC 访问时，嘛承认讲对中国的军事演习，咱国的总统府被当作假想敌，确实有不满。即摆却伫共军台海军事演习规模升级的敏感时刻去中国，真正互人想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